这是我喜爱的一首诗，它记载在圣经的诗篇23篇，是大卫所写的诗。我喜欢它，因为它告诉我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一起用信仰告白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信仰告白，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将这首我喜欢的诗歌介绍给大家，这是大卫在诗篇23篇里面的词，我喜欢它。我们用一起来。嘿嘿呦，嘿嘿呦，祝你与我同在。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过我的头，使我腹背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山所通透最早已在安歇的水边，它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这一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怕遭灾。你有在我里面来，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呦，嘿嘿呦，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平安，真高兴看到你。在这个主日，神让我们也可以在那殿中唱赞美的诗歌，来赞美他。谢谢他引导我们走正义的路，谢谢他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在敌人的面前更为我们摆设筵席。因他的赏赐，我们福杯满溢。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唱这一首《耶和华是我牧者》。耶和华是我
我并不知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闲的水边，它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这一路。我虽过是灵有苦，也不怕灾害，在我敌人面前，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我要用我的头，使我不被满意。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随着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嘿嘿哟，嘿嘿哟，祝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嘿嘿哟，嘿嘿哟，祝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谢谢神为我们预备的，相信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他创造的世界，这是他所掌权的世界。虽然邪恶黑暗暂时掌管，让我们相信我们看不到前面的光，但是我们相信这是耶稣所掌权的世界，因为他也赢了这个世界。耶稣掌权，耶稣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万计，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天发誓都掌权。再一次，洪水泛滥。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万计，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大声宣告，大声宣告。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万计，只要
万事都掌权。高声哈利路亚，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大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曾掌权。再次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再次宣告，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哈利路亚，感谢神，他听我们祷告，这是他所掌权的世界。我们相信，在他所掌权的世界，黑暗、邪恶、恶势力也都将消失尽无。谢谢神带领我们，谢谢神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院殿中。你更做我们的牧者，你更应许我们，相信你的人，跟随你的人，必不致缺乏。谢谢你，也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歇在你所带领的水边里面，更让我们知道你要引导我们走正义的路，在你的面前行你所看为美好的事情，帮助我们在这条你所带领我们恩典的路上，更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必不害怕。我们更知道你会拥有高抹我们的头，我们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你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这样的应许、慈爱、怜悯、恩惠，跟着我们，天天跟着我们。是的，神，我们相信你，你自己必亲自安慰我们忧伤痛悔的心。谢谢你听我们祷告，以下时间也求你圣神带领保守，让我们遇见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慈爱怜悯，你光照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我心属于你。我
真理指引。阿们，谢谢神。我们用宣告来祷告我们的奉献。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生命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我来报告。我来报告。今日感谢上恩神学生的信息分享，愿主也纪念我们所领受主的道理，祝福我们同心建造上帝的殿。这个主日也是牧师跟同工到凤山教会去募款，还有报告请安的报告，我们一起也为这样的事情来关心代祷。6月8号，下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5点有圣灵降临节的联祷会，欢迎兄弟姐妹们踊跃来参加，也请诗班的兄姐在今天下午2点40分的时候一起集合，我们要到佐真的地方去排练诗歌。2025年暑期儿童定在7月1号到7月4号来举行，主题是奇妙之旅，在爱中成长，时间是下午的6点到8点，对象是升小一、升小6的儿童，费用是150元，也可以扫描下面的 QR code 一起连结报名。家里有这样大的小孩，欢迎一起来参加。下主日6月8号是青年事工纪念的主日，当日会有学生青年、社青、社会工作青年来担任这次的礼拜服事，请为这样的服事来线上祷告，求主来保守他们身心灵，青年的身心灵都完全为主用。6月的寿星是6月10号文波宝庆，6月15吴梦峰，6月19郭明群。正道，我们请上恩神学生。大家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还蛮特别的，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多重宇宙”。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相信路加福音第10章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蛮多在教会的基督徒都听过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据网络统计啦，是除了浪子回头的故事以外，最多人讲述、最多人听过的故事。那当然，如果你没听过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还是会从头开始来讲。但是为什么我今天会选择这个好像是主日学儿童教材的故事呢？是因为我发现，其实耶稣的比喻都有很深刻的教导。其实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个故事看得更进去、更里头，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美丽跟这个故事奥妙的地方，来反思这个故事是不是有其他我们曾经有看过、有想过，但是我们漏掉的地方。
以下呢，我会分成了5个层次来看这个故事，来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哦。首先呢，因为我们大家不一定都是熟悉经文，所以我们会来从头到尾来念一次。第10章25节开始，有一个律法师，他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26，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得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到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这样去行吧。”各位朋友，这故事很特别。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问题，然后耶稣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先来想想看，律法师问耶稣这个问题，他当时的背景是什么？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他说什么？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啊？我们知道律法师当时是文士的一种，他的专业是律法，而且受到人的敬畏跟尊重。这个律法师的态度，但是好像不怀好意，对不对？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师他知道标准答案哦。他想知道的其实并不是问题本身，就是如何承受永生哦。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清楚，问问题的人，他其实要问问题，都不是为了这个问题。像是我们常听到一个很无解的难题，你的女朋友问你：“我跟你妈妈掉到水里，你要救谁？”哦，这问题是不是大家常听到？对不对？这很难解啊！你觉得重点是要答我要救你，还是我很孝顺，我要救我妈？还是我要救你啊，因为我妈会游泳？还是我送我妈去学游泳，让她来救你啊？总之呢，你可以想出无限种答案来回答她，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照着字面来回答她，怎么答她都不满意，她会继续追问下去。最后你还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要怎么答下去、应付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问题的重点是什么？当然不是掉到水里我要去救谁嘛，对不对？所以绝对不能回答要救哪一个，还是要回答我要怎么救。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女朋友她心里想知道的是什么？是他在你心中的地位。所以这个律法师实际上就是这样啊，他知道答案但他有兴趣的完全不是问题的本身，他是来试探耶稣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来教律法的嘛，所以想要来考耶稣。结果怎么样？变成他自己要来回答这个答案，所以耶稣还是棋高一种，
就他自己只好回答了：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上帝，也要爱邻舍如自己。这个教律法的先生很厉害，他讲出了非常美、非常标准的答案，就是要爱神跟爱人。这个是哪里来的呢？这个是以色列人每一天都要读好几次的选骂。第一个是出自申命记6章5节，选骂的意思就是你要听啊，你要听从的意思你要尽心尽性，来再往后一点，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申命记6章5节。第二个是出自于利未记的19章18节。就是你不要报仇，也不要埋怨你的百姓但是你要爱邻舍如自己，爱人如己。但是他这样子讲好像只有对本国人，对不对？不对，下面到往后一点看34节，摩西他又吩咐不只是外邦人你对其他人也是因为你在埃及也是当过什么寄居者嘛，也是当过别的外邦人嘛，你在埃及寄居的时候，所以你本身也要爱其他人，如同自己所以大家如果去看10条诫，10条诫这10条，你有发现吗？10条诫的10条诫前4条在讲爱上帝，不可磕偶像这些，你要爱上帝耶和华你的神。后面6条呢，都是在讲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邻舍。前4条爱神，后6条爱什么？前4条爱神，后4条爱人，所以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信仰是一个非常美的信仰，是一个造福万国万民，是一个充满大爱的信仰。不过很可惜，以色列人把它走偏了，最后只好靠着耶稣的宝血来打破他们对宗教刻板死板的限制，使爱能够普及到万邦万国去。我们接着来看后续吧。显然这个律法是没有耶稣高明啊！我来问耶稣问题，就后面变成我要自己回答，还被耶稣说：“你讲到北拜，你回答的不错。”被耶稣摸头了。所以律法师心里会不会甘愿？不甘愿嘛，对不对？他想证明说，我就是比较厉害。耶稣，你根本没有资格谈永生。所以他从他讲的标准答案里头，他选了第2个，就是爱邻舍如自己，这个来做文章。他就问了：谁是我的邻舍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不选第1个爱神，要选第2个爱人？他为什么要选第2个？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第2个才是真正难的。为什么第2个真正难？因为上帝是看不到的，你是看不到上帝的嘛。所以我们人面对看不到的东西我们才容易去仰望它。我们容易仰望看不到的存在，我们的心才容易去寄托看不到的存在。所以对这个律法师来讲，真正难的是第2个诫命，又或者说比较困扰的是他看得到的邻舍。他想要知道他的邻舍到底是谁，他邻舍的定义，他邻舍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因为邻舍就在我旁边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看，我们人是不是都比较喜欢亲近我们要好的朋友，亲近我们喜欢的对象？如果是要周边的你不熟的人，你要去亲近他，要去爱他，你觉得难不难？我就问，很难，对不对？所以怎么可能很轻易的去爱周边的人呢？所以律法是想的更简单谁有资格当我的邻舍？就是被我爱嘛。谁有资格当我的邻舍？这就是什么？非常高目光非常高的至高的法利赛人律法师他所在意的问题。这背后就存在着当时犹太人的基本观念：万邦万国万民万族，这些人都没有资格来当我的邻舍，他们不配，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爱他们，所以我们没有违反律法，因为他们不配，懂意思吗？但是在当时，耶稣却长期跟那些什么，跟那些他们看不起的人在一起跟那些受不了律法、受不了那个律法，跟那些外邦人、跟那些不洁净的人在一起，跟那些穷人跟那些掰咖卧床的青眉瞎眼的跟那些妓女跟那些税吏在一起。所以在律法师的眼中，耶稣是什么样的人？
耶稣也是不洁净的人嘛，耶稣也是没资格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嘛，甚至他们很鄙视撒玛利亚人，因为觉得撒玛利亚人不洁净嘛。耶稣就好像是撒玛利亚人，讲一句难听的话，撒玛利亚人在当时被人叫做什么杂种，因为撒玛利亚人是混居的，跟外邦人混居的。但犹太人的自视甚高嘛，他们把外邦人都排斥在外，所以撒玛利亚人被人看不起。所以律法师是想指责耶稣，耶稣，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你去爱，因为他们没办法遵守律法，这些人根本不圣洁，这些人他们有问题。耶稣啊，你不对啊，你错了。他们想讲耶稣你错了。如果耶稣掉进去他们的问题里头，他就可以告诉耶稣说：耶稣，你不配成为我的邻舍。所以接下来，耶稣讲第二重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他有没有直接跟对方互辩论？没有，他讲了一个故事，对不对？这个故事我们刚才念过，就是这个呢，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但是呢，他遇到坏人呢，被他打得半死啊，衣服都扒了，丢到路边去。然后接下来3个人经过，哪3个？祭司经过，闪一边走了。接着呢，利未人也走过去，也闪一边走了。第3个，大家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过去，见了怎么那么可怜啊？就帮他包扎伤口、清洗，然后还把他送到旅店里头安养照顾。所以想想看，为什么祭司跟利未人看到这个被打得半死、奄奄一息的人，转头就走？今天有人会想说，也许这个祭司、利未人他是要去参加敬拜呀，对不对？要去主持敬拜，还是参加圣歌队嘛？我们都知道利未人就是从事敬拜，就是负责敬拜的，就像现在的圣歌队一样。但是圣经说是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这代表什么？我已经参加完敬拜仪式，我是要回家，我是要回耶利哥去，回那一条路去。所以这代表什么？我已经参加完敬拜了。如果他是在前往敬拜的路上，这个议题会更复杂，对不对？但是现在很简单，我都参加完敬拜了，但是他们看到了有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还是没有停下脚步，转头就走。你想想看，为什么呢？简单来说，他们并不是因为了要主持敬拜还是侍奉，而是怕影响他们后面几天的生活，影响他们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去碰人血不洁净，如果他们去碰尸体更不洁净好几天，那就影响日常生活了，对不对？甚至影响到搞不好下周6的敬拜，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对他们而言，他们就把什么这些礼拜仪式当成工作，所以他们从事的就是工作嘛，影响到他们的工作。他们已经变成那种冷冰冰、公事公办的政府官员了，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守的这个律法，让他们没办法去爱人。亲爱的兄弟姐妹，你如果守律法守到不能去爱人，请问这个律法到底有没有它的意义？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很清楚嘛。就算是你的宗教职位再高，我已经到牧师了，我已经到了议长了，我已经到总会去当一个干部委员了，我已经是总会议长，够高了吧？但是如果你只会讲法条，如果你没有爱心的话，这是对的吗？你就算知识再多，你当到教授、博士了，你没有爱心的话，那是对的吗？你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好邻舍吗？根本没办法。这就回到了前面第一重的反思，就是律法师他问什么？律法师他问谁是我的好邻舍的问题。所以当耶稣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他完全扭转纠正了律法师对邻舍的定义？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我的邻居。所以故事中的利未人啊、祭司啊，看到路上有人快死，连怜悯的心都没有，反倒是撒玛利亚人
示范了好的行动，撒玛利亚人才是好邻居。我们再来看第3个，大家有没有听过今年很夯的叫做拿细尔人。今年有一个拿细尔人运动，今年寒假2、3月开始，最近真的很红所以我特别讲这个，叫做当代青年拿细尔人，希望青年都变拿细尔人，跟世俗分别出来。我们来看关于怎么承受永生呢？这些如同文士、律法师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很会背旧约的条文，他们知道要爱，但是他们用爱送背的，他们有知识写不出来。近年在灵粮堂，我来放这个影片给大家看灵粮堂有一个拿细尔人运动。寒假2月4号到7号，基督徒年轻人排队齐聚台北灵粮山庄，全台有超过800人参与跨世代的台湾拿细尔人集训，邀请回应神对台湾发出祷告及分别为圣的拿细尔人呼召。基督徒青年彼此祷告，也操练禁食，学习经历圣灵的同在，在这个征战的世代，预备自己成为属神的祷告转化大军。好，所以这是2月的活动，他们3月到3月底还发起了一个21天禁食祷告的活动。所以你想一下，什么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就是分别为圣，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剪头发，不可以碰到不干净的东西。什么是分别出来？我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我跟这个世界的人是不同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这世界的人是要分别出来。我们来看一下他讲的是什么。在这里。好，拿细尔人呢是不喝酒。什么是不喝酒、不吃葡萄做的东西？就是拿细人他愿意为神放弃这些享受。这是指什么意思？现代拿细尔人他要放弃世俗的享受我们不要打电动，不要滑手机。我举个例子就是你要放弃你的享受，因为在神里面有更高的享受，可以使生命更丰富。第2个呢，不可以剪头发。什么是不可以剪头发？男生也不可以剪，要留长头发，因为这个叫做大胆活出信仰。你要活的让别人看出来你是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外貌也不一样，还蛮特别的。第3个，以前是讲不可以靠近，像是不可以碰死尸嘛。现在是指什么？任何会损伤我灵命的东西比方说我喜欢滑手机，因为有短影音，我不可以碰。我喜欢只要任何东西会影响我跟信仰会影响我跟神关系的，我全部都要丢掉，都不可以碰。这个叫做分别为圣，叫做圣洁。所以拿细尔的意思就叫做分离，叫做隔离，所以又叫做什么？离俗人。旧约圣经中拿细尔人的事迹记载在第6章。拿细尔人是一个誓愿就是遵守很多的戒律，然后来变成生命的圣洁，像是要留长发、禁止吃葡萄跟葡萄酒、不要碰死尸这些。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教会界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类似拿细尔人的这种誓约运动，像是今年的例子嘛，每隔一段时间教会界就有。这就是为什么律法师跟犹太人常常提到要分别为圣。教会圈真的很长很多的老基督徒其实也会这样我很容易借着信仰，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比别人还要崇高这些都是世俗人，不像我有信仰，我比别人还要高尚。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宗教地位了变成了执事、长老，甚至更高阶，一直往上，我比别人还要好，我比别人还要厉害。这种叫做自命清高。如果今天人没有爱心住在你的里头，你就算是分别为圣，就变成了一个什么空壳。你的这个你只是表现出来很端庄漂亮华丽，但是你内在是一个空壳，
因为你没有爱心，你没有办法说出劝勉人、爱人的话，做出爱人的行为，你就是一个空壳而已。所以我们要想想看，耶稣跟拿西尔人一样，耶稣他有没有禁食？没有。你不要说那40天，耶稣他的门徒都还怎么样？都要去拨麦穗，在要守要禁食的日子。耶稣他有没有禁酒？他还把水变酒了，对不对？耶稣他还主动接触不洁净的人，他跟税吏啊罪人坐在一起。耶稣他该禁的时候他禁，但是他有没有强迫别人做？没有，甚至他底下门徒他还让他们去做这些违反当时一些律例的事情，只是因为对方当时饿了有需要，他就让对方去做。甚至他有没有碰死尸？他不只让一个尸体复活，对不对？他也有去碰死尸，所以耶稣的作为告诉我们，其实守的不是律法，而是要有弹性。重点是你这个出发点是不是有爱心嘛？对不对？所以比起被分别出来跟世俗人隔离的、跟世界人隔离的拿西尔人，耶稣要跟随耶稣的脚步，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去活出爱心，跟弱势者站在一起，这才是更重要的。因为耶稣是用生命去影响周遭的人嘛。这个世界虽然破碎，但是总有人替你缝缝补补。比起成为拿西尔人，成为一个基督徒，实践出这个爱心，反而更具有挑战。为什么？因为我跟别人分别出来，我就远离这个世界，没有那么挑战就分离出来，我就跟你划清界限，我不用去施舍爱，我的心就不会难受，也不会受伤，更容易。你反而去施舍爱，你还可能受伤，你还可能更辛苦。这台语叫做丢薄，懂我的意思吗？你反而去爱人，还更容易受伤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去实践爱心，比你跟这个世界分离，什么拿西尔的运动更重要。而且想想看，耶稣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要做光做盐。请问什么是光？光是要去照亮别人，要去带领别人。什么是盐？盐是最重要的调味，而且神的身体也不能缺乏盐。盐是要去调和别人。如果你要跟世俗、跟世界的人分开一刀切，我过我的生活就好了。那请问你要怎么做光做盐？所以当代拿西尔人重视的复兴运动，也许看起来很华丽、很热情，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更重视的不是这些华丽，而是重视生命的转变，跟上帝和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改变了，而且要去爱人。面对这个充满威胁、破碎的世界，充满不法勾当、充满引诱的，我们应该要去付出我们的爱心，去帮助这些受到压迫的弱势。所以，如果是我们去自称我们是先知、祭司、拿西尔人，其实对台湾的处境有没有帮助？没有。我们不能对台湾的处境，我们不能够对周遭的处境视而不见，闭口不言，过足不前。各位，什么是分别？真正的分别不是你跟世俗分别，跟世界一刀切，是你的实际行动更靠近上帝。真正的分别不是只有在什么教会内展现我是完美的人，我应该也要什么？我们也要走出教会啊！我们要去关怀周遭的人，像是你们关怀你的同学，关怀你的同事，甚至做生意的时候跟隔壁多聊两句，这也好嘛，这也是实践一种爱。再来第4重，其实这里讲到了一个关键，法利赛人这个律法师他问什么？谁是我的邻舍？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你能不能成为别人的邻舍？这个议题有什么不同？近期的拿西尔人，其实也代表了现在很多教会的现象。很多的基督徒开始走向了一个比较跟世界脱钩的现象。我们可以说是信仰的盲区或者是误区我可以说难听一点，这叫属灵的骄傲。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推崇自己是一个拿西尔人，跟这个世界分离你是不是推开了你跟别人的连结？我不要跟其他人连结了，我要自己好。
当你推崇你是拿细耳人的时候，这就是一种隐性的骄傲，隐藏在你内心的骄傲。我认为我比你们好，比你们这些世俗的人好，我比你们更爱神，我比你们更圣洁。这其实内在隐藏的声音就出来了。所以谁可以配做我的邻舍呢？是不是变成了跟这个律法师一样的答案？这叫做属灵的骄傲，这就跟其他人划上界限了。圣经里头常常看到耶稣指责法利赛人说什么？因为他们总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意啊。他总是批评别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但是我要说一句实话，在当时的社会，法利赛人有错。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在犹太中，我比本国许多人更激进、更热心，对传统更上心。保罗他曾经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叫做奋锐党，热切的追求荣誉。他做的罗马书就是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他写给罗马教会，他在7章19节说什么？我所愿意做的善行，我反而做不出来；我所不会做的恶事，我反倒去做。如果看使徒行传就知道，他一开始叫做扫罗，在什么逼迫什么基督徒，司提反被石头丢死的时候，他也在一边哎。所以现在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容易变成这样？处境回到了故事中的这个祭司，当时这个祭司有错吗？请问祭司是什么？祭司是洁净的代表。在祭司的生活中，他是很高贵的人哎。在中东一般人是3天到1星期洗一次澡，为什么？中东缺水吗？洗澡不容易耶，只有祭司是每天要沐浴。你怎么那么爱干净？因为祭司代表圣洁，要每天沐浴。祭司外出的时候，在礼拜的时候要穿胸牌，戴那个亚福德嘛。但是你平常外出你要穿全套的细麻布的衣服，一般人是穿长袍，没有。祭司要穿什么？他要穿裤子，避免露出下体。以前人都把长袍披着就出去了，是不一样的形态哦。祭司是非常重视他的外貌光鲜亮丽的，因为他代表神，代表洁净，代表圣洁。利未人是什么？利未人他是被分别出来，他的血统甚至要保持很单纯就是利未支脉，就是利未支脉。然后呢，他是专门在敬拜上帝的。就是如果你看诗篇，很多都是交由利未人去载歌载舞，它就像现在的圣歌队跟敬拜团一样，这就是利未人的角色，诗班敬拜上帝，所以是不是要很庄严隆重？要像是我们都会穿的诗袍，很庄严隆重。所以它代表的也是高贵跟圣洁。但是如今你想想看，这2个高贵圣洁的人，他看到了一个他不屑的，在路旁满身血浓的半死奄奄一息的人，甚至不晓得他是不是活着，他敢去触碰吗？说实话，如果他长在那个背景，他敢去触碰吗？在南北战争中，从前你觉得如果你是白人，你生在白人家庭，你会认为黑人是跟你同等的吗？我们现今很多时候看其他的人、种族的人，我们都会有一些轻微的歧视感，或者是自己的高傲感就出来了，我比较好。更何况当时的黑人是物品，可以用钱来算的，买来做奴隶的，不可以跟主人同桌吃饭，不可以进入议会，不可以上学，不可以坐公车，甚至讲究众人皆爱的教会，明令规定黑人不可以进教会。在当时是黑人不可以进教会你知道在这个情况下，当然对现今而言是不可能这样，但在当时这个情况下，你觉得你生在一个白人家庭，你会怎么看黑人？所以能够提出来克服这个处境，克服这个内心隐含着对黑人、对于满身血浓的人这个脏的这个感觉的人，真的很佩服他。所以保罗所说的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不分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这真的是一个很美的话，在2000年前就有人讲出这个话，在当时真的是不可能，也是我们要去实践的。我们要想想看，在这段经文中，邻舍出现了几次？3次，对不对？一开始第一个最容易是律法书写明的邻舍嘛，就是爱自己如邻舍。第二个是律法师，他问什么？谁可以当我的邻舍？第三个是耶稣反问律法师：你觉得这3个人哪一个人才是这个落难之人的邻舍呢？请问，当耶稣讲完这个话之后，你有没有发现29节的邻舍跟36节的邻舍意思刚好颠倒了，对不对？律法师说的邻舍是资格，谁有没有资格当我的邻舍？直到他被耶稣教训了，他才发现邻舍这2个字代表的不是资格，而是爱。在耶稣说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之后，律法师这个专门教律法的人才发现他对律法的理解有问题。他认为的邻舍跟耶稣说的邻舍意义不同，他甚至承认耶稣说的邻舍才是律法中那个会去怜悯人、那个会去爱人的邻舍。所以有爱才有律法中的好邻舍，有爱才是好邻舍的条件，而不是要求邻舍的资格是什么。律法师原本是要暗讽耶稣耶稣你就是不洁净的人，就像是大家歧视的撒玛利亚人。但是耶稣根本直接暗喻自己，我就是撒玛利亚人。结果呢？你想想看，那既这个律法师哑口无言，对不对？甚至承认耶稣所说的话，因为他发现耶稣所做的事，就是耶稣也是动了慈心，耶稣也主动来到人群中跟这些人在一起。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最后甚至牺牲自己，舍给世人。耶稣用他这个故事问律法师：“你愿意成为别人的好邻舍吗？”所以律法师很惭愧，他甚至讲不出撒玛利亚人这几个字。当耶稣问的时候，他只能说是怜悯他的人。所以耶稣对他讲：“你就照这样去行吧。”谁是我的好邻舍，跟我是谁的好邻舍，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跟答案。耶稣他真正的告诉我们，律法不是死的规条，而是真实的爱。要去爱那些血统不纯正的人，那些违背律法、守不了律法的人；要去爱那些被排除在社交圈的人；要去爱那些因为身体不完全被人看轻的人；要去爱那些因为职业、因为不好听的名声被众人攻击、受到压迫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只对那个律法师，对我们也一样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耶稣他没有去讨论这些血统、宗派、阶级等等，他挑战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挑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好的行为出来。最后一重就是我们要看更大的格局，2条路，6个选择。什么是2条路6个选择？我们要从起头到最后来看。起头25节写什么？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结尾是你这样去行。起头跟结尾暗示了一样东西，叫做路，叫做怎么走这一条永生之路。表面上是什么？我们想一下，这其实是一个3层含义的意义。第一层是谁是好邻舍的议题，但实际上第2层意义是什么？中途的核心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这几节。这故事是对这些文士群体、自以为意的群体发出的警告。但是还不止这样哦，如果你从整个完整来看，还有第3层的意思。第3层的意思叫做2条路，什么呢？一个是神的道，一个是人的道。神的道就是永生，就是信仰所当行；人的道呢，
我们要想想看，我们人的一生不可能都一路平顺嘛，一定坎坎坷坷。我们成为基督徒，也不代表说我们一定功成名就大发，对不对？我们一定比别人更顺利，我们一定没有生老病死，我们一定比别人好走。其实不会，我们跟其他属世的人都活在同一个空间，呼吸同样的空气，埋葬在同一块土地，对不对？我们还是跟他们做一样的事，但是就只有这样吗？我们要来想一下，这个故事中有不少人出现。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是一条人与人共行的道路，你有没有发现，共行的道路却有很多的人出现在同一条路上，物理上只有一条路，大家一起走，可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请问精神层面有几个选择？我们来算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和平的旅行者嘛，就是这个路人，对不对？行路的人，行路的人。第二个是谁？强盗，对不对？来，第三个是谁呢？看一下，祭司，对不对？来，第四个，利未人。第五个呢？主角撒玛利亚人。第六个很容易漏掉，店家，对不对？还有一个店家帮忙照顾的人。所以呢，人的路有很多种选择。你会发现说，你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旅行者，和平的旅行者。我单纯的过日子，我不伤害人，但是我也不会去主动爱人帮人，我就是走我的路。结果呢，有的人起了坏念头，他是坏人，他是强盗，他是非法的人，夺取别人、侵害别人的人，动坏念头的人。还有的人呢，是冷漠的人，我心里敬神，但是我却冷漠对人，因为我怕不解嘛，我不敢爱人。还有的人呢，我分别出来，我是利未支派，专门侍奉神的，但是我却把侍奉神当成一个工作，一个 job， 一个例行公事。我对人根本没有爱心，不冷不热，我就是在做我的工作。就像是一个政府官员或者是一个公职人员，不冷不热。但是也有人是什么？动了慈心，勇敢冒险去爱人，甚至我们常常发现，有人去爱人反而被伤害，对不对？去爱人真的很容易被伤害，就算是车祸现场去扶一个人，可能也会被告。但是你就因此躲得远远的吗？我们要想想看，你要怎么做？只要是爱人，都可能被伤害，所以很多人宁可不冷不热，宁可冷漠。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呢？还有一种人，类似撒玛利亚人，他的确没有在现场，但是他也在这一条路，只是他在这条路的另一个地方，他就接手了这个工作，这个叫做店家。撒玛利亚人没办法一直照顾他，所以他交给店家。这个店家呢，他承担了什么？另外一部分的照顾跟风险，就像是今天的医疗跟社工的前身，等于是有的人会去创办医院、养护中心啊，或者是长照关怀据点、社区工作，或者是做一些支持系统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这条路就有6个角色？这6个角色都是我们可能会扮演、可能会选择的角色，而这个背后正是我们人所选择。按照福音的真理，只要是相信耶稣、爱耶稣，而且照着耶稣的教导所行所做的人，就能够得到永生。我们就可以接着人的道到神的道。耶稣的教导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你要怎么做选择？你会发现，其实耶稣的教导就是把第一条诫命跟第2条诫命紧紧的扣在一起。告诉你，这样子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什么？如果你没办法去爱你周遭的人，去爱你看得到的弟兄姐妹，你就不能够爱你看不到的上帝啊！因为只是空谈，你没付出你的爱，你就说你爱上帝，根本是假的爱。所以，如果你说你爱上帝，你就应该怎么做？你就应该爱你周遭的人。
这个才是真正耶稣的教导，耶稣告诉我们的诫命，也就是完整的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好像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都走同一条路，对不对？就像是这些人，这6个都是走同一条路，但是这是物理上来看是同一条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是想知道路在哪，路通往哪。精神层面来讲，怎么走这一条路，远比一起走这一条路还要重要。这就像是我们也许同样2个人都可以背出使徒信经，但是一个上天国了，另外一个却迷失了一样。因为从精神层面来讲，我知道路是一回事，但是我有没有去走这一条路又是另一回事。行的道理跟知的道理是不同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不是立志让我们跟世界分别出来，变成拿细耳人，反而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我们要从拿细耳人变成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我们不是只是守住外在的誓愿，我们其实应该让我们的心被他扭转过来，让我们的心能够去爱人，能够去怜悯人，能够去跨出这个 boundary， 跨出这个界限。我们不是要挑选你这个有资格跟我当朋友，你这个有资格让我接近，你这个有资格做我的邻舍。我们不是要去问谁是我的邻舍，而是要问我们是否可以成为别人的好邻舍。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走在神的这条道路上，给我们的这条选择，给我们的这条道路，我们一起选择仁爱、怜悯、爱心的这条路。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去服侍，去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成为世界的这个盐。主啊，我知道我们人都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主，你教导我们要互相的接纳，要彼此相爱。主啊，你创造世间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想法都不同，甚至每一片树叶都长得不同。我们每一个人虽然不同，可是我们总是把自己所认知的当作绝对，所以互相否认，甚至常常互相伤害。主啊，恳请你帮助我们柔软我们的心，使我们好好学习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使我们能够尽心、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你，也能够学习如何去爱我的邻舍，爱我周遭的人，如同爱我自己一样。主啊，我们不是要把自己高举看作义人，又看轻别人，我们要去接纳，要去接受别人的不同，要去想着对方身上有着主你种种美好的作为。主啊，我们要学会去爱周遭的人，去尊重对方，去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要确定一下我们的后面再来是直接分组还是